毋过大家一定爱看阮专家有智慧，爱看哦。是会互你知影足侪知识的哦，哈。请问芳果的华语有的人会讲是美浓瓜，啊，为什么安尼讲呢？哦，我为什么读华语哦？美浓，香瓜，改良香瓜味是太香味，但阿都有关系。伊甲恁共做的哦。啊，你即摆免互我会使安尼听吼。啊，你感觉是安怎？哈？紧进有改良，派去哦。还是美浓敢有种芳果？无啊，美浓。美浓应该都是好。你甲伊推翻着伊的答案哦。咱台湾的水果真好啊，赞哦。芳果个叫做香瓜哦。美浓敢有种芳果？我美浓是有雨伞对不对？美浓的芳果，美大棒的。板条，板条啊，这个板条，所以是外国人讲话有关系，是不是？芳果是为外国去卖吗？香瓜哦，是啊。好啦，既然是就死啦。甲外国话有关系，甲外国话有关系。是，确定，好，1万哦，1万哦，1万拿的话就是伊拢袂记1万块的款。有1万哦，只摕1万哦。摕1万哦。别声，阮遮拢好野人。哦，赞啦！该拼啊无？欺骗，好，拼落去哦。拼啦，咱若袂晓，伊嘛袂晓啦。是哦。喂，你看，讲到滴滴的。是确定。是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甲外国话有关系，对唔对？恭喜吼，高趁钱真正高趁，得了1万块咯！第一届遮尔啊雄的人，1万块就先甲落去啊咧。对咧，超级你拢唔惊哦？这若1万块若唔对，就是过迄边哦。无要紧哦，大家拢有钱人嘛。好，来，咱请老师来给咱解说。哎，这个瓜吼是其实迄名是对英语来啦，英语叫做 melon。啊，咱伫台湾嘛有人叫做梅龙瓜。吼，听讲要来去买迄个梅龙，梅龙就是这种芳果。对，所以是外国话啦。外国话。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